大家好，我係律敦治醫院嘅院牧。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係心靈需要與關懷之人生意義與價值。一次探訪到一位將近60歲嘅何女士，佢患有乳癌，並且已經擴散到肝臟。院牧關心佢嘅身體狀況，佢亦都分享咗自己過去嘅人生經歷。佢喺家中係排行最大，只有一個弟弟。佢早年已經外出工作，同時亦都係不斷進修，不時都要去海外公幹。佢向院牧嚟到去表達，為了要好好咁樣照顧家人，忙於工作，都與家人嘅關係變得非常之疏離。院牧聽到何女士心中嘅一啲嘅感嘆，又嘗試一同嚟到去同佢探討人生意義與價值。佢喺大半生不停地工作，為照顧家中嘅父母同埋弟弟，喺各樣嘅事情上面都親力親為。但係佢心中最盼望嘅就係弟弟能夠成長，亦都有所承擔。喺何女士嘅入院嘅期間，父母同埋弟弟都多咗機會嚟到探訪，彼此分享，同時弟弟亦都多咗了解姐姐。弟弟喺病房為到何女士慶祝生日，姐姐喺院牧嘅口中亦都知道弟弟喺佢病患嘅時候開始承擔照顧父母同埋家中嘅事情，而且弟弟亦都表達，因着姐姐嘅病患，佢先至知道姐姐為咗呢個家付出咗好多。就喺生日會嘅時候，佢同姐姐嚟到去道謝，而且再一次讓到姐姐知道佢會承擔照顧父母。直至院牧再一次去探訪何女士，呢個時候何女士嘅精神狀態已經差咗好多，但佢仍然向院牧表達，喺佢嘅人生中勞勞碌碌，一生就係為咗照顧家人而努力。或許佢喺他人眼中會覺得好似失去咗自己，但係現在佢明白到人生嘅意義同埋價值不一定在於自己。對於佢嚟講，成就家人先至係佢嘅人生最大嘅意義同埋價值。各位朋友，生命不在乎長短，在於有否活出意義同埋價值。願主祝福大家。